好，大家好。呢條影片咧就會講翻咧就係馬會喺今晚搞咗壇嘢啦，叫八戰八勝，就係將一啲騎師嘅彩衣變成八強足球隊國家國旗，咁啊轉咗做彩衣咁樣，就有一樣咁樣嘅賽事。咁啊，如果有睇現場直擊嘅朋友都知咧，馬會喺賽前賽後都做咗幾多唔同嘅儀式嘅，包括咧就係賽前係有一個一齊射，即係一齊射波嘅環節啊，咁啊舉晒牌影下相啊。咁喺賽後頒獎儀式過後咧，亦都係有一個叫做捐款嘅環節咁樣。咁首先呢度第一樣嘢，點解我要出呢條片咧？我覺得阿賢仔咧真係一定要出一條片去讚一讚佢。咁啊，當然啦，我記得佢現場同阿 Keyman 大家喺嗰個鏡頭面前傾嘅時候，佢都有提到，即係認呢啲馬嘅時候咧都唔容易嘅。咁而呢一場，我覺得有一樣嘢，我覺得就係有5隻都係紅衫馬，而呢5件紅衫嘅彩衣咧，亦都係第一次出現，即係佢哋並唔係什麼喜連系啊。或者係什麼肖氏啦，肖氏哥倫布都變咗做呢一款紅色衫嘅，又唔係其他啲見開嘅紅色衫呢。所以就我覺得賢仔喺現場整個嘅流程呢 call 得都相當之流利，冇出錯到 call 啲馬都好準確。咁當然啦，可能唔係淨係彩衣幫手記嘅，佢又平時睇晨操又有對開啲馬，跟住馬嘅 number 咧都會可以幫手去記一記啦。但係始終個現場咧，除咗最後直路之前，如果你睇過佢啲 Facebook 嗰啲片咧，我都有睇過啊。佢都係喺開跑到入直路前咧，用望遠鏡睇嘅，好多時都係去到入直路先睇大銀幕咧。佢喺個望遠鏡嗰度睇咧，就算咁多年經驗都好，一下子啲衫全部唔同晒咧，有時即係唔係話佢唔識分唔識睇啊，而係口快噏咗咧，就會有機會講錯。咁但係成場賽事佢都講得好流利，而且好準確。咁我覺得呢個真係絕對要稱讚賢仔嗰個100%嘅專業。咁啊，但係呢一度咧，我想帶出一樣嘢。頭先點解我講5件紅色衫咧？代表咩意思咧？即係可能因為係一個國旗，佢嗰個呈現唔可以過分地鮮明地表示出嚟。所以如果大家細心啲睇佢哋彩衣同佢國旗之間嗰個嘅分別咧，其實都有啲差距。即係好似呢一隻野馬嘅哥倫布，佢係代表西班牙，你真係覺得佢好似西班牙國旗咩？即係佢嘅意思就係佢連彩衣、連袖、連帽就係西班牙啫，有西班牙嘅元素啫。但係佢唔係成張西班牙嗰個國旗嘅 logo 黐落去佢件衫度嘛。根本上畫面同我想象中或者同好多馬迷所諗嘅會有啲唔同啦。就係一堆紅色衫，一堆就可能譬如阿根廷紅海勁嘅就粉藍白色衫咁樣，即係好似係咪喺畫面上面冇預期中嗰種有趣呢？我覺得即係呢個就係我想帶出嗰樣嘢，就係視覺效果啊！喺呢一場我唔覺得特別好有 wow factor。咁啊，另外就係如果一定要講呢一場賽事呢，我哋講翻馬呢，就真係好奇怪嘅。首先8隻馬場口最後翻嚟嘅賽果可以輸成10幾個馬位嘅，唔講仲以為哥倫布完全唔係呢個班嘅馬，以為佢係跳2級嘅，即係個場地偏差問題定乜嘢？點解可以輸咁遠呢？當然賽前係落過陣雨嘅，但係冇諗過可以啲頭馬啊，跟住啲2、3名距離拉開得咁遠。所以咧就如果你要我挑剔咧，我覺得紅海勁或者準希望咧，其實第一段係絕對有權踩上去先嘅。莫雷拉咧喺快活谷跑馬都好醒嘅，佢好中意咧第一段就同你撳慢佢，2、3段開始分段加快。如果你第2、3段先慢慢走上去咧，有機會會嘥藥力。所以就好悲傷一個騎師，佢喺初步判斷夠唔夠經走上去咧咁。當然我都唔會話100%賴啲騎師嘅，話唔定佢哋都有佢哋嘅策騎指示選擇要將佢留後。但譬如你見到準希望啊、紅海勁嗰啲，其實早段咧縮到咁後咧，變相影響咗佢哋而家個發揮。段速講真係2、3段拉快少少，但係都唔係特別快。
場地落過雨又唔會好離後上，咁啊，我覺得就有少少老襯底咯，咁樣俾前面啲馬走甩咗。所以呢場馬咧，我覺得喺一個策騎方式咧，都呢個位都係值得商榷嘅。早段咧，其實我頭先提過嗰兩隻馬應該係要積極啲，譬如紅海勁呢啲，我記得以往都有變化地證明。咁啊，可能係策騎指示關係要佢留後啦。轉希望走咗嗰個外搭喎，都唔嘗試喺早段 cut 埋去二搭走上啲咧咁啊。咁我覺得呢啲位就係一啲奇奇怪怪嘅位咯，即係唔如果認認真真跑咧，未必個賽果會8隻馬甩開咁多個距離。咁啊，同埋呢一條片咧，想講多樣嘢咧，就係我想講咧，馬會咪賽後做一啲即係叫做即係 charity 啦嚇，即係做一啲捐款啦，每名馬主又捐幾多錢去個慈善機構度啊，諸如此類去做呢啲嘢啦。頒獎又話係有呢個特別嘅設計啊咁樣。如果你真係想搞堅力咧，我唔知馬會入邊人睇唔睇到咧，其實可以參考一下北美國馬嗰種玩法啊！佢哋咧就好興咧，就去玩一啲叫做標奇立異嘅嘢。但係佢哋標奇立異得嚟咧，係真係好有即係嗰種搶 focus 嘅地方，就係譬如會揾啲小朋友騎 pony 入去馬場度。咁但係當然呢個難啲嘅，以香港個政策嚟講，即係如果你玩呢樣嘢實俾人攻擊你㗎啦，放寬俾啲小朋友入嚟啊點啊，即係一方面有馬迷會認為其實而家應該嘗試鼓勵一下18歲以下嘅可以嘗試入多啲馬場，唔係淨係睇你開即係開鑼前嗰個試閘同樂日啦，可以逐步放寬佢哋入場，即係唔參與投注啫，佢可以睇馬嘅。咁但係另一方面有啲家長都會好確實去關注呢個問題，就係好似俾佢哋從小去染指呢個賭博。咁但係我頭先想帶出嗰樣嘢就係馬會可以玩一啲堅力，就係一啲另類比賽，即係佢唔一定要同你跑呢啲叫真馬。比如美國嗰邊咧好興有啲比賽咧係揾個人，即係揾8個10個人笠一套馬嘅公仔。即係好似人哋啲吉祥物咁樣，然後咧就可能只係跑100米左右嘅，就喺呢條賽路跑。就情況就等於你騎師同樂日，成班騎師喺個賽道度鬥快跑翻嚟贏，但係佢個模式咧就轉咗揾一堆人笠住個公仔跑，嗰件事咧係好頂癮嘅，個畫面亦都係好正嘅，因為佢哋跑起上嚟咧係即係嗰個畫面好趣致啊！好有趣，咁呢啲咪可以吸引到 social media 嘅嗰個即係嗰個嘅傳輸嘅方式咯。另外就係如果佢盡想玩啲堅力嘅，其實可能喺賽前，即係我諗賽前佢好難再抽到啲咩時間啦。理論上你每場馬都係半個鐘至頂籠40分鐘，你好難再攝時間落去㗎啦。但係就可能揾一啲特別嘉賓咯，即係。我記得之前碧咸都有個馬場啊咁樣，揾啲特別嘉賓過嚟，可能做一啲定期快閃嘅咁樣。咁唔同馬會平時喺日賽揾一啲明星去個沙圈度唱歌嗰種喎，即係可能係喺事前冇特別點樣宣傳，即係可能會講下有啲神秘人物入場咁可以即係從呢啲位去嘗試做一啲軟性宣傳咯。因為出得呢條片就係我覺得成壇嘢係動機係好嘅，即係我諗馬會都係想創新，吸引多啲年輕投注者，但係效果咧就一般。咁睇下馬會日後呢個做法會唔會好似我頭先所講喺一啲比賽度再另類式多啲嘅，多少少有趣嘅意味喺度。同一時間又平衡到咯，唔會話太過影響到日常嗰個賽事進行。即係畢竟我自己都諗咗好耐，其實馬會係需要一啲創新嘅。即係如果佢10年8年繼續都係 keep 住同一樣嘢，都係跑馬同跑馬，又唔進行相關嘅改革咧，其實香港個賭風仍然都係好重。我都覺得呢樣嘢係應該要相對改善，唔係話唔俾賭，咁當然要啦呢個投注者嘅權益啦。都係要賭，但係
就唔係淨係側重於呢方面咯，唔係話只一味去泵大個鋪、泵大頭注額咯，即係另外一啲軟性宣傳我都明嘅，即係馬會去做呢啲策略。不過喺實際嘅執行上面就當然呢啲都會係一啲難度啦。睇下大家點樣睇啦，我就覺得一般咯，以今屆嘅效果，譬如我見到阿賢仔同 Keyman 夾咧。其實都麻麻地個效果，可能 Keyman 又唔係好熟馬，跟住賢仔咧又真係叫做第一次 call 咁多馬咧，即係都見到佢哋都比較緊張一啲。唔知大家有啲咩想法咧嚇？對呢一個嘅8戰8勝呢一個 function 呢個活動，我哋下條片再見。